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台湾食头路的日本工程师，等到日本了后，却验到武汉肺炎。台湾这边也等咧台检接触者。美国卫生部长最近公布访问台湾，讲是要来甲台湾交流防疫问题。那准有来变作是断交了后上届关级的内阁官员来访问。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据报有78人死亡，4000人受伤。伫咧今仔日出现一位伫台湾食头路的日本工程师，6月中来台湾做事了后，拢无出现病症。8月初一登到日本，刷去phòng检出武汉肺炎。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已经有掌握伫台湾的接触者，目前也等咧甲因体检。疫情指挥官的陈时中也呼吁讲，最近出现揣无感染源的病例，请民众出国行搭就要挂嘴暗。国内武汉肺炎无新增加病例，不过却是传出有一个对台湾登记的外籍人士确诊。个案是30多岁日本籍男性工程师，今年6月15来台湾入境了后进行第次检疫。6月30开始伫北部某一间公司工作，伫台湾期间拢无症状。8月初一登记日本的时阵，伫机场入境采检才确诊。卫生单位即阵已经将国内接触者总共80位，其中已经有8个人离境。我目前采检了71人，那1人还待采检。那71人目前有一个初步的结果，那在 PCR 有39人是阴性，那32人检验中。指挥中心讲会继续调查个案是否有其他活动的路线。而进前的日本籍女学生，也有泰国籍移工，登记了后确诊的个案，因为传染的检测期拢已经期满，加上第2摆采检接触者拢是阴性，所以讲2案拢宣布结案。由最近国内连续出现感染源不明个案，指挥官陈时中呼吁，包含医疗照顾机构、大众运输、卖场、市场、教育学习场所、电影竞赛场所、宗教场所、大型活动这8大场所，民众一定要挂嘴暗。我们之所以要来强调某一些事情某一些场合，所以我们发觉现在的遵从度可能没有5成，可能没有3成，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样口罩的遵从度稍微再拉高来。但市长强调，若是民众防疫新生活无法度落实，下一步考虑改做强制挂嘴暗。另外，考虑日本疫情快速上升，指挥中心也宣布，对即日起，加日本对短期商务人士入境申请缩短第次检疫的中低感染风险国家移除。而外团宜兰的正六节有一个新兵出现，物件皮无味的情形，疑似去为着武汉肺炎，军方已经紧急送医采检隔离，检验结果上紧拜四就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宣布讲，最近的访问台湾，若准有确定要来，这也变作是台美断交了后，目前上届关级的内阁官员来台访问。因访问的目的是主要是要甲台湾做疫情管控的交流，也会见总统蔡英文。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阿扎尔拜访台湾无需要隔离14天，不过就要提出阴性的证明。到台湾了后，也阁要体检1摆。美国的访问团是做伙行动，也未接触到民众。We regret that once again Taiwan was not invited to observe at this assembly as they were from 2009 to 2016. The 23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deserve a voice just as much as anyone else does. 几日届伫 WHA 发言挺台湾，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4月份才甲卫福部长陈时中做电话会议，初5宣布最近要访问台湾，甲台湾的官员专家就疫情做交流，而且会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这嘛是从2014年以来，美国各一届派个员访问台湾。阿扎尔嘛是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层级上悬的美国政府个员。他在武汉肺炎期间，曾经多次的公开肯定台湾模式在全球抗疫的贡献。外交部，我们对阿扎尔部长的支持表达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彰显美国对我方坚定的支持，以及台美紧密友好的关系。总统府嘛表示欢迎，不过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表达抗议，而且强调讲已经对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不过当伫疫情期间，美国参访团来台湾，敢唔需要隔离14天？但市长表示，这是一个真特殊的状况，虽然唔免隔离，不过美方的人员上飞机进前，拢爱附阴性的报告。入境台湾了后，也搁爱做一届检验，全程防疫措施要是会做好。那检验之后，那全团要这样子，就是团进团出了。就不可以跟我们其他的人有相接触，那然后到防疫旅馆里面，全部跟我们的民众来相隔离，那也跟总统见面，那当然是我们会做高规格的防疫。
但是中表示，阿扎尔来访问是台美卫生合作真重要的里程碑。根据了解，美方先遣部队已经先来台湾做隔离检疫，也若刷落来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式，有不少外国政要表达来台湾的意愿。但是中表示，未来重要的政治人物来台湾短期停留，拢会当考虑采用这款的模式，全程规团做伙出入，甲民众隔开，确保袂成做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立委受人诬洗案件，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用80万交保了后，本体伫下晡要甲时代力量纪律委员会说明情由，不过伫说明进前却宣布被提档。另外，伫咧拄则暗时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黄旭芬、林永明因表示讲对时代力量真失望，所以也发出提档的声明。另外，民进党中常会顶头主席蔡英文也强调讲，要建立好名声是真困难，那准是要毁掉是一万年的代志。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涉嫌所告收钱案件，甲前立委陈同山相关得到交保。伊车五原本要用时信向纪律委员会说明，不过在说明进前，表示为着顾全时代力量大局，宣布积极退出时代力量。而代理党主席柯显智随后表示，徐永明已完成提档手续。退党不需要理由，纪律委员会就应该就是说有一个收尾的动作了哈。那剩下的就是由检调来处理。总统蔡英文出席民进党中常会，被对问是不是开除民进党立委苏贞昌的党籍，伊面对镜头无愿意加讲。苏贞昌和法院裁定chấp下禁见，也予民进党停权处分。民进党发言人指出，蔡总统在中常会讲，8年前民进党也被打着贪污的印象，用8年甲假标签拆掉，强调建立清路真难，毁掉信任真简单。很多人批评我们的廉政机制只是道德劝说，这点我已经要求，也拜托廉政会研议，建立一个比法律更高的廉政规章。发言人讲，蔡总统话讲甲真重，若是党内无资格，2024年要延续政权，会是困难的条件。而对苏贞昌依然拥有中常委身份，中常会无讨论相关的后续定数。而国民党立委陈超平甲廖国栋相关被chấp下禁见，两个人也被停权。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讲，一旦确认chấp下了后，会马上停权处分，将是国民党未来的处理原则。身为最大的在野党，强力监督执政是我们的天职，但是如果我们无法以同一个态度跟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同志，更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面对党内立委牵涉贪污，江启臣讲绝对袂暗号保护，党纪应该是最后防线，也只是科技会建议修正党纪处分规定。党内同志若是受压，也是法院裁定高额交保金，拢应该先停权，彰显更加悬的道德标准。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老理和富美加多五金工厂的董事长黄景敦，伫2000年的时阵去到中国设工厂，却去互中国的统战单位买收去，却转做是中人甲台湾已经退休的军官，以及着国安局的人员来神通外鬼，甲台湾的各种动态拢泄露出去。今年6月，黄景敦去互北检搜查，今仔日也依照违反国安法改起诉。伫咧中华复兴的富美加多五金工厂门是关条条，毋过工厂内底也是有员工出入。针对台北地检署伫即个月初5以社反强调违反台湾的国安法起诉董事长，内底员工是表示无法度联络到董事长。不好意思，我们董事长不在哦。我们要联络律师事务所呢，还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富美加多1950年伫咧中华创立，现任董事长黄肯敦接手了后，积极向国外来发展业务。2000年赴中国宁波成立宁波富美公司，2012年到2015年之间，涉嫌安排10外退役将领、现任国安局的人员，甲中国国安部的高层来见面。黄肯敦暗示讲会当替两岸的传消息。2020年6月12日，北检指挥调查局搜索约谈，问询了黄肯敦以30万交保。2020年8月初5，北检以违反国安法法定组织未遂罪起诉黄肯敦。听到这个消息，都厝边隔壁到船长都无愿意接受访问。毋过私底下表示，黄肯敦真还能甲邻里来互动，才工调了后，就向中国来发展，可能因为安尼来犯法。富美加多的面册网页顶悬。伫咧今年6月份，以不实指控来回应董事长涉及国安法的案件的代志，强调专案已经委托并案文字国际法律事务所来处理。针对北检起诉，黄肯敦的委任律师表示，两岸的互动真敏感，要界定是无简单。毋过因为还未收到起诉书，无方便表示意见。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唔知恁敢知影讲，立法院所使用的影音图存系统，竟然是中国制造的。外界也烦恼讲，国会的秘密会议，甚至是私底下的单位影音，拢会泄露出去。不过，立法院也强调讲，这是封闭式的系统，被对外连线，也强调讲会赶紧把系统换掉，确保国会的资讯安全。立法院伫2018年开放国会频道直播，互民众会当伫即个频道收看立委质询的影像。不过有平面媒体公开讲，即马立法院放影音的系统是用中国科学院牵涉的北京中科大用公司，连中国官方媒体用时嘛是使用因的影音系统，引发治安的疑虑，恐惊所有的国会会议、甲秘密会议，或者是官员私底下咧讲的话，若放伫咧中国制造的影音系统，恐惊会有流出去，甲去互中国摕来用等等的治安风险。那如果有治安疑虑，我想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就是要赶快来更新更换。立法院秘书处表示，影音系统拢是封闭式的系统，袂对外连线，无资料流出去的记录。也若根据立法院录影的规则，秘密会议是一律无要封录影。不过，也是有资讯专家认为讲，任何通讯设备拢有治安风险，骇客也是有机会为软体偷摕资料。这年头所谓内部封闭的，除非你整个东西是装在一个铅盒子里面，你整个立法院外面呢，全部有防电波围墙围起来。不然没有所谓封闭系统这回事。美国它其实也针对一连串中国的公司，它列出了实体清单，还有就是一连串的管制的措施。那包括就是两岸关系的变化，它就混合式的威胁的手法。那当然也会让台湾政府就是对来自中国的通讯设备就是产生更高的疑虑。针对治安专家的疑虑，立法院强调讲，会赶紧把这套中国制造的影音系统换掉，确保国会资讯的安全。而且除了立法院的设备，根据行政院上新的统计，目前也是有超过1108个公务机关使用中国相关的通讯设备。公务机关清在受到经费的限制，来选定要较俗的中国产品。行政院嘛监督各机关赶紧把这些设备换掉。记者综合报道。中东国家黎巴嫩伫昨暗头发生大爆炸，这爆炸也让首都贝鲁特的民众死伤真严重。官方表示讲，上无有78人死亡，4000人受伤。这个爆炸的原因可能是甲仓库吨有炸弹原料有关系。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说讲，这个爆炸是恐怖攻击，也引起黎巴嫩的不满。出现爆炸的声音了后，乌烟是一直闻出来。短短几秒钟了后，一个更较大的爆炸，互4颗位仔的大楼拢无看啊！感觉色的烟是强要拄天。I'm good. 四界拢有真大声咧发休的声，现场是敢若灾难电影。有目击者讲，就亲像是长崎甲广岛原子弹爆炸同款。中东国家黎巴嫩初时暗时6点外，首都贝鲁特的居民小连续听到2个爆炸了后，这个港口熊炸甲变无去同款。أنا سيارتي طاحت طربشت السيارة والإزاز أظن هذا جروح إزاز والسيارة بس هيك مثل هول صارت。就算离爆炸的地点10公里外的汽车甲大楼，玻璃嘛是炸到水糊糊，落到规涂骹。民众着惊硬硬徛伫咧路面，有的人是流血流滴，需要帮忙。目前团出有几千个人死亡或者是受伤，包括一个澳洲籍的公民，甲几个消防人员失去联络。到暗时，现场的烟甲火也是一直冲出来。附近病院一入来几百名的患者，医疗体系是强要记载袂掉，也有家属四界找找失去联络的亲人，这个画面是让人感觉真悲伤。عمره 29 سنة من الساعة 7 ما خلينا مستشفى ببيروت بتتفيش وهلا بيطلع اسماء بعد شوي بيطلع اسماء إلا من الساعة 7 لهلا أطفال لا معروف ميت لا معروف جريح وين هو ما بنعرف كنا قاعدين بالبيت بلشنا نسمع صوت فرقاع نحن فكرنا قلنا انه بركن على البور في شي كونتينر عم بيفرقع ومش قادرين يطفوه ايه وشوي بلشوا طرنا 当局虽证实，爆炸的地点是港区的仓库，为2014年开始，内底放2750吨的肥料，甲爆炸的原料硝酸铵，而且期间并无经过任何的安全检测。黎巴嫩的总统宣布，目前贝鲁特是灾区，而且建议内阁和贝鲁特进入2礼拜紧急状态。总理是发表声明讲，会让该负责的人得到上严格的惩罚。ما حصل اليوم لن يمر من دون حساب. سيدفع المسؤولون عن هذه الكارثة الثمن.
包括卡达、伊拉克、科威特，还有一向甲黎巴嫩无啥会下以色列嘛提供医疗的援助。就伫咧国际小连续来斗相共的时阵，美国总统表示，美军将领甲讲，爆炸是攻击，并不是意外。不过，美国国防官员虽甲媒体讲，并无证据显示贝鲁特受到攻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黎巴嫩发生爆炸的原因是仓库有囤真济硝酸铵，硝酸铵会当做化学肥料，也会当做炸药，也因为有危险性，各国的准放标准也拢有真严格规定。外形算是白色结晶的硝酸铵，主要是农业利用的肥料，用伫咧水内底真紧地使去互土木吸收，提供互各种农作物来使用。毋过硝酸铵若是甲会当烧的油来结合，就会当来做时间调合爆破的炸药。因为真简单地当摕到，即几年以来有真侪个恐怖攻击，包括1995年奥克拉荷马爆炸案，嫌犯拢是使用硝酸铵来做恐怖攻击的炸药。毋过，就算无恐怖攻击，硝酸铵欠底设施嘛捌发生过真侪个爆炸。上严重的就是1921年发生伫咧德国巴斯夫化学工厂的爆炸案，死亡人数要到561个人。法新社报道指出，伫咧一般的作风之下，硝酸铵仓库若是离高温来源较远咧，避免接触到烧起来物件，就无啥有可能会发生即个像贝鲁特即款的大爆炸。毋过各国也是实施各种管制甲安全规范，譬如讲后面就规定伫咧硝酸铵内底加入去碳酸钙，提高化学肥料的安全性。美国嘛伫咧奥克拉荷马爆炸案了后，推出化工设施反恐怖攻击的标准，要求业者若是硝酸铵的含量超过900公斤，就要随时接受查核。لأنه من غير المقبول أن تكون شحنة من نترات الأمونيوم تقدر ب2750 طنا موجودة منذ 6 سنوات في مستودع من دون اتخاذ إجراءات وقائية。贝鲁特伫咧爆炸案了后，就算讲火势已经受到控制，毋过附近街路密密麻麻的景象，也是互人看甲心惊惊。未来是要安怎补救，是黎巴嫩政府必须要认真面对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教育部今仔发公文，予全国的大专校院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开放各国的外国学生会当入境。不过，这回的开放名单无包含拄要入学的新生。另外，中国学生犹原依持讲，得要毕业的才会当入来到台湾。教育部发公文表示，目前外国学生入境检疫的情形是真平顺，拢有照规定提供场所予因做检疫。教育部也报称。疫情指挥中心来同意放令国外学生来台湾限制。不过，这批的开放名单当中，中国学生犹原依持伫今年得要毕业的，才会当申请来台湾读册。无论是境外入来，或者是查无感染源的，最近国内疫情，请民众着爱细腻。新北市长侯友宜伫今日透早表示讲，对今仔开始，新北市舞厅、酒吧等等5大场所，拢爱实行徛名留资料，也爱强制挂水暗。若准无来实行，就会甲你罚钱。由疫情时代来到电影院的卖票大厅，虽然是半开放所在，来客人数也无多，不少民众以为是拢有挂水暗，不过也有人拍算你去看电影了才挂。看电影顺便买那个爆米花跟那个这样子有点困扰啊。就是会配合电影院的，保护自己啊。不过最近国内境外移入，也佮有疑似本土感染比例拢有增加的情形。新北市长侯友宜初5早起，除了佮在对中央化位对入境的人进行全面的检查。对管控境内，伊讲市府在7月31日已经公告，舞厅、酒家、酒吧、特种咖啡、特殊娱乐场所这5大场所全面采实名制。电梯、补习班、电影院、客诉中心，也佮 KTV 这所在是强制爱挂吹暗。即日起，若是无安尼做，就开罚。从即日起。先导了5天了，即日起，如果没有按照我的规定采实名制，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尤其甚至连量体温、包括消毒手巾都没有做到位的，该罚违建罚。我们现在的话还是维持就是既往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方式，他没有戴口罩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进去观看。如果说他是体温超过37.5度的话，他是无法进入馆内看电影的。
对疫情指挥中心初5下晡宣布，伫8大类场所，民众应该挂水暗。新北市卫生局强调，新北防疫做法已经甲休涵5路，教育学习者场所包含在内。因应中央，现在台北市也启动了第1阶段的防疫措施，包含了像是进入市府，还有一些场馆，都是必须要佩戴口罩的。台北市府也讲，若是要举办室内超过100人、室外超过500人活动，必须报请关团局经卫生局审批，才法度举办。会伫初5的例行疫情会议中讨论进一步防疫做法甲实施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打客老爷酒店，好亲像发生食物中毒案件。宜兰县卫生局表示讲，到今仔中昼为止，拢总有59人食到酒店内面的自助餐了后，出现吐骨流的情形。卫生局伫昨也限制餐厅袂当营业，实际情形也当咧调查。各种肉类甲海鲜料理，还有点心甲饮料，啥物拢总有。打开老爷酒店的分天白费，是真侪来大的民众上爱食的餐厅。一间公司顶礼拜六找伊来遮员工旅游，暗时食饭了后，报名小连续有人落屎，胃无爽快。部分网友嘛讲有同款的状况。我个人就不舒服，然后拉肚子，然后接人是我老婆，然后到中午变我儿子也是吐也拉肚子，急诊室打点滴，到现在还住在那个亚东医院。宜兰县卫生局测试小连续接到民众检举，冇接到上北市的通报。到初5中昼，总共有59个人吐甲落屎，其中35个人去医生看。这间餐厅就随停业而且消毒。不过因为客在现场已经无食剩的检体，所以采集环境甲啉的水来做检体，检验病原菌。或者是讲已经主动甲较有可能有状况的虾仔甲沙西米等等的物件，全部拢送去检验。了解内部的问题，同时做改善以后，我们再去查。确定安全以后，我们才会准它恢复营业。到底是不是在饭店发生，我们都会去做最积极的关心跟所谓的慰问金的补偿。业者表示讲会负责，不过除了自助餐，有民众反映讲，礼拜中昼伫咧1楼另外一间餐厅，有一头点特别做牛排胖毛，感觉无爽快，这2天发烧。有民众反映讲，初3拜一带录影车的时阵，冇出现吐甲落屎。虽然也是喺等待疫情调查甲相关的检验，才会当确认敢是食物中毒。不过连续接到检举，实在哪像无饲，嘛已经互5星级的饭店名誉去受到损害。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教囝学寿，唔通教囝爬树，做一个好榜样。今日伫嘉义发生一间幼稚园，招囡仔来参加暑假安亲班，却发生讲安亲班的老师唔互囡仔坐车，车就安尼开走啊！故在这个查某囡仔伫后壁肉，好佳在是无发生意外。这款喊呱呱的情形去互民众甲检举，查到到地也发现讲，迄是一间无牌安亲班。普色的小马车载真侪囡仔拄画面经过，不过过无偌久，煞过另外一个穿柑仔色衫的查某囡仔，一路伫遐走，一直伫捉车。后壁经过民众看到这款的状况，就惊讲会发生啥物款的意外，所以伊就骑奥多摆去捉迄个查某囡仔。因为小朋友，你就算你再怎么处罚他，应该也不能让他在马路上面就是追车子。初时早起10点左右，嘉义县民雄乡一间幼儿园开办的幼儿安亲班，用自用车载教的各校的学生，要到嘉义县民雄乡立图书馆登去安亲班的路呢。因为这个查某学生甲其他4个国小的学生，先早离开队伍就车，去互骂了后态度阁无好，老师去一个爱查某学生莫就车留伫咧原地。小车伫咧文化路西260公尺了后，落尾才停落来。我不当的处理啊，我也对社会大众也是对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都很万分的歉疚。安亲班这种喊过行为，教育处就随来稽查，而且阁查到因是非法营业。目前现场有发现有9名小孩子在那边，那我们会后续会依法请他们立即停业，并依法裁罚。无立案的营业，教育处规定自即马开始停业。若是社会局卖对老师阁做调查，若是行为确实是安尼，会以离校法来罚6万至60万不等的罚款。希望安亲班老师拢会当好好对待学生，避免这款的代志阁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的交通安全。当2个月的中寮磅空通车了后，却出现救生甲磅空结构开始甩尾情形。学者认为讲是甲当地地质有关系，是因为地质受到压力会甲土坝克震动。有专家也表示讲，桥头区园区、北陆快速道路甲台南铁路地下化，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今日伫台南成功大学内面一栋大楼的基楼看出来是有小可歪，佮详细看楼梯嘛出现真侪壁损，学者讲这就是艺术泥灌入体所造成的破坏。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下，它受挤压，那所以这些泥加流体加这些气体，它就有可能会往上冲。那往上冲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可能在地表会形成抬升。过去认为泥灌入体只是发生伫海底，造成海底的泥火山。不过，伫台湾的西南部，根据学者研究结果，嘛有多处出现这款特殊的地质现象。上指标的工程就是南二哥的中寮隧道，2000年完工通车了后，隧道线达拢出现破损的状况，一直到2010年才去用正式位置基山的断层顶面。隧道北面的地站都亲像麻糍同款，去用底下铺起来达到1.3米。因此，嘛展开改善工程，今年4月完工。路面有可能隆起，可是因为这个在可接受的范围里头，我们先暂时维持。养护路段都会去每天都会巡检，然后他们会按照排的进度来处理这一部分的不顺的这个状况。不过，除了中寮隧道之外，一寡规划中的重大建设，都亲像是高铁南延屏东。高雄桥头科学园区、台南铁路地下化等等，邻近的区域嘛拢出现地面抬升的状况，这嘛是学者所烦恼的。根据我们既有的一些监测资料，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说，这几个路线其实都有通过我们认为可能未来会发生灾害的位置，把这一种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考虑进去。呼吁应该把地质的变数考量入面，对于规划的阶段撇开地质的敏感区，采用适当的工法，让建筑物甲灾害会当和平共处。记者王正熙、面交权台南高雄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今年全世界拢无平静，南韩因为大水雨也造成中部最上山，也害死3个纽西兰人。另外，伫咧美国的东花也有强烈的风暴来侵袭，西花也有森林野火。另外，法国、意大利甲罗西亚也拢有野火在前。偏远的无人岛沙堡顶面放写着真大的 SOS 呼救的字。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30拨人进前开船出海，却是意外甲油拢用完，随着洋流漂流到偏远的无人岛顶面，加在印象着伫沙堡顶面写下呼救的信号。车里号架伫车因的美国甲澳洲军机发现，最后是由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派出巡逻舰顺利接转来。而全球做大水甲野火天灾不断，随着黄山雨方面影响，南韩中部地区连续几日天落大雨，造成灾情。经济到嘉宾地区出现土石流，造成纽西兰籍经营民宿的一家3个人不幸死亡。南韩正经历7年来上长的黄山雨季节，已经连续落雨42天，相关灾情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超过上千人流离失所。而相关传出灾情也有美国热带风暴伊萨亚斯侵袭美东，引发林根风侵袭北卡罗来纳州，经过所在，敢若像战场上款，无一个所在是好的，造成至少4人死亡，侪人受伤。而密西加州南部山区野火已经炭烧超过4天，烧掉至少108平方公里的林地，只有15派火势得到控制。Siamo impegnati in queste attività dal venerdì senza sosta. La situazione attuale delle fiamme possiamo dire che l'abitato di Pettino è attualmente sicuro. Le fiamme sono state contenute, ma comunque dovranno essere monitorate per tutta la nottata. 而伫这时阵，法国联合河口省也有意大利的阿布鲁佐，一个天气真热的俄国楚科奇主题区也拢出现野火灾情，加在无传出死伤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疫情第2严重的巴西，这个情形是严重到有178位总统府的公务人员去染着病。另外，玻利维亚的感染者也是一再地增加，甚至破病死亡的遗体，这家无法度处理，要使用行动火葬场来到解决。巴西疫情真严重，除了第一夫人米雪儿，国内阁小连续传出有内阁的官员，包括总统府秘书长奥利维拉、甲幕僚长奈托，嘛小连续确诊，尚无1/3的部长治病。总统府3000多公务员内底有178人感染病毒，环境卫生组织传染病主任艾斯皮纳，一个到这礼拜为止，巴西病死的患者总共会超过10万人。Sí, en efecto, la situación en Brasil todavía sigue siendo crítica. Todavía no se puede cantar victoria y lo importante es seguir implementando las recomendaciones, el paquete de medidas
no farmacéuticas. 同款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玻利维亚，中国确诊患者累积8万多人，虽然无巴西、智利等其他国家遐严重，毋过过去几礼拜新增加死亡患者的数量真济，互医疗体系袂堪治，公部甲殡仪馆嘛无法度处理过身患者的遗体，都相关业者起这个行动火葬场，会当直接去街仔路，伫90分钟以内，得甲患者遗体火化。 Ya tiene muchos elementos, por ejemplo, los hospitales están abarrotados de médicos enfermos, de cadáveres botados o apilados, en las casas están conviviendo con los cadáveres, entonces esta es una solución muy práctica, muy económica y que está accesible hoy en Bolivia. En no menos de 15 días, en 20 días se está entregando puesta la orden de compra. 对各国疫情继续滚加，全国致病死亡人数嘛要到70万人。法国疫情因为连续几个礼拜患者增加，法国的科学委员会报告嘛显示，第二波疫情就有可能伫咧秋冬两季出现。目前法国真济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强制居民伫咧指定的户外区域，若是无挂喙安，会罚款135欧元，超新台票4800块。啊，毋过这款的规定嘛引起部分民众不满。 Mais je pense que moi, quand je fais du sport, j'aime bien respirer le grand air et ne pas avoir quelque chose qui obstrue ma respiration. 其实唔来法国，荷兰都7月开始嘛规定，伫咧鹿特丹甲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必须挂喙安。奥地利甲美国部分州、古巴哈瓦那甲摩洛哥等等的国家嘛规定，伫咧公共场所必须强制挂喙安，避免疫情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美国甲中国的冲突风波不断，今摆有媒体记者加入内面，正是有中国驻美国记者签证特别到期，美国说是无爱延长，时到因就爱离开美国。中国官方也讲，若准驱离中国记者，中国也会做出反击。 美中关系最近降到冰点，双方互相关领事馆了后，媒体记者可能也被赶走。原因是中国驻美国媒体记者签证8月7日到期，却是一直无得到延期。若提无签证，中国记者会被迫离开美国。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媒体在美的正常采访进行干扰、横加阻挠，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和霸权欺凌。中国这时对美国可能拒绝续签做出强烈警告，批评两国行到这种局面，起因甲责任拢伫美国，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媒体甲记者的政治打压，若无这次必要反应。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话中带有威胁暗示，美国驻香港的记者可能会成做保护对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针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迫做出必要 和正当的反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外交事权。即阵也无清楚偌侪驻美中国记者受到影响，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吴世进讲，大约40人被影响。也讲中国已经做好所有记者离开美国上摆拍算。吴世进也放话，美国在香港有900名记者，中美媒体战若是升级，艰苦的就是美国。 随上美中媒体战2月就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报道而开始，当时美国甲包含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在内5间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做外国社团，要求减少60名员工，互中国看做是另外一种的驱逐。中国是要报复，陆续甲《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甲《华盛顿邮报》3大报记者甲赶离开。 而美国是伫5月时阵，则佫甲中国记者签证限制伫90天内底，也带下新一波冲突的导火线。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别逝了后，别甲李登辉拍歹关系的前副总统连战，除了担任地双台湾7月透早也去到台北宾馆对书，肯定李登辉对台湾的贡献。另外，前总统副主席也是独派头人的高宽敏，讲到李登辉后就甜，也强调讲台湾的未来就交予少年人。 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关系由好战友到变面的前副总统连战7月早起，甲国民党秘书长陈永宽等人斗阵去台北宾馆对书。连战除了表示哀悼，也献上最高的敬意，肯定李前总统对台湾的贡献。对台湾民主、自由、社会跟经济的发展。 都有很多很重大的贡献，我们都会
长存在我们的心头。部会首长有劳动部长柯明春、科技部长吴正中等人也拢来对此，独派大脑93岁前总统府资政高宽敏在调研时流目屎，想去问问李登辉是不是支持台湾独立。李登辉直接回答讲赞成，就此就甲李登辉关系就亲像兄弟共款。我是兄弟以外，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同志。台湾的将来呢，就靠年轻人了。我们的老头子啊，已经过时了。中华院副院长蔡其昌也甲苏卡会吴炳水等立委来致意。另外传出，李前总统要安葬伫高子轩军人公墓铁分区，中华民国退伍军人协会南加州分会发出声明表示反对，认为李登辉前期段不应该安葬伫中华民国革命军人英灵安息圣地。总统府表示，确实的安葬地点甲规划，会甲家属讨论了后去公布。记者综合报道。一位在当日所发生意外新北市警员杨定豪，去互无驾照的少年家弄一个闹死，家属也决定讲要甲杨定豪的器官捐出去来帮助别人。今仔日伊的大体也对病院移灵到殡仪馆的时，特别经过伊在生进前所服务的树林分局甲树林派出所，这代表讲伊的任务已经结束啊。灵车到树林分局，几个警察徛伫咧门口排队致意。顺职警察黄定豪的爸母落车了后，为警方的手刃摕到警察的制服、帽仔，还佫有真侪警察列队做伙送的花。杨定豪离开的时阵，警察忍耐着悲伤的心情，做伙喊任务结束，希望伊往生极乐世界。灵车还佫驶去杨定豪在生做工课的树林派出所，做最后的巡礼。派出所的同仁带数人的狗仔咖比做伙来送伊。也让杨定豪的家属嘛去派出所内底看伊平常时做工课的环境。21岁的警察杨定豪，初日透早出勤支援相拍的案件，煞伫咧路边去互无照驾驶的少年为北道边弄落。虽然送病院了后有救倒转来，不过因为脑干无反应，病院判定脑死。家属买手签署器官捐赠同意书，会当帮助更较侪人。小咪爱你哦，你是最棒的，你是最优秀的。杨定豪捐心脏、肺、肝、血管等等的器官甲组织，按算会超过10个人受惠。伊的遗体初5早起为阿东病院移灵到邦桥殡仪馆，规路拢有警用机车甲巡逻车陪伴，按算12个火化。杨定豪人生上尾一段路，有亲戚朋友甲同仁陪伴伫咧焚尸边。虽然生命无法度继续，不过伊的这份爱，互其他的人会当甲伊这份热情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主委陈耀祥初3正式就任，今仔日伊甲其他委员做伙召开记者会，针对着有线电视上落价频道规划分利润的机制，认为讲要有一套客观的数据来做分析。NCC 主委陈耀祥初3正式上任，今仔日特别带领副主委甲其他的委员甲媒体见面接受访问。伊表示，要怎解决有线电视上市甲落市的争议，还有各种垄断的问题。目前正咧研究有线电视监理法规，未来会修正广电3法，嘛推动分组付钱，也若频道的规划、甲利润分配等等，希望透过更较客观、科学大数据的分析，成做调整的基础。我们要透过优化我们的所谓的通讯传播产业资料库，来进一步为这个未来的很多的监理的这种机制，打造一个比较确实而且客观的基础。也若新闻台开放政策，王维正指出，会内已经伫咧研究一寡原则，嘛举行专家学者的咨询会议。由于学者的立场讲，希望会当维持新闻市场的竞争，搁袂致使恶性竞争的程度，造成生产资源的不足。伊嘛认为讲，新设的甲目前电视台审查的标准应该要一致。过往其实对新设的电视台标准好像比较严苛，那对于既有的这个电视台的换照的时候的标准，可能就是相对的比较不那么的严苛。那我自己个人会希望说，新设跟既有电视台的这个标准是不是可以比较趋向一致？
除了有线电视的争议 ，NCC 主委陈耀雄强调讲，会加强5G 的建设，缩短偏向数位的差别，也有 OTT 产业管理等等各种政策的推动甲改革，希望任内会当透过修法甲立法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 内政部有公布一份上新的数据，讲100年台湾人平均的岁数是80.9岁，其中男性是77.7岁，女性是84.2岁。若是分县市来看，台北市上届长岁数有83.9岁，上届低是台东县只有76.3岁。内政部也讲，这可能是甲医疗资源有关系。 台湾人平均岁数阁创下新高。内政部公布108年简易生命表，台湾人平均岁数是80.9岁，其中查甫77.7岁，查某是84.23岁，嘛创下历史新高。那进一步分析，各县市内底，以台北市平均岁数83.9岁上悬，台东县76.33岁上低。咱台东人哦，生活比较歹过啊。嘿。你看，大家要食一顿啊，拢话要拼死啊。嘿。 日日做唔大件，了，拢身体拢怕歹呀。应该是医疗设备不足啊。那医生呢？医生的话也是不足啊，因为很多都是从台北过来的啊。调查嘛发现讲，东部县市平均的岁数比西部的县市较低，尤其台东县甲全体国民平均的岁数差5岁。内政部表示，原因可能甲西部交通比东部较方便，医疗资源较充足，还有生活习惯差别等等的因素有关系。 台湾目前走走行入高龄社会，卫福部统计发现讲，台湾人无健康生活的时间是达到8.41年，嘛创下新高。我们的医疗品质很好的过程当中，也让这一些失能的老人家，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可是这对老人家来讲，他不见得是他活得很快乐，能尽量从40岁就要开始的做起。好，那所以会搭配所谓的成人健检，大家要去正视这一些所谓红字或异常的数据。 医师表示，无好的生活习惯、甲食物件的惯势，造成的慢性疾病或者是癌症，差不多占30%至40%的影响。所以建议至少为35岁至40岁，都要注意家己感受一寡代谢性的疾病。若是有家族的病史，都要提早去做预防医学的处理甲追踪，才会当避免伫咧有岁了后出现慢性疾病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防治婚害的董事基金会最近召开记者会，表示讲，最近有家长去甲因投诉，讲即个休热期间，网络出现真侪奇形怪状的电子婚，而且拢和一寡别人想袂到的名称，要暗藏事实。基金会也呼吁政府着爱甲电子婚、加热婚，爱入去婚害防治法内面做一个管理。拜托政府。 禁止新型烟品。话口后，呼吁政府赶紧修法，禁止所有新型婚品。因为民间团体最近接到未少家长的投诉，发现无成年的囡仔伫休热期间，伫网络买糖啊、大纸、潮体这商品，想袂到竟然全部拢是新型婚品的交易。他觉得电子烟只是雾化而已，没有关系，而且味道香香的，很快就散去，也不会被发现。结果才抽了几个月。 他的鼻子跟皮肤严重的过敏，青少年脑部发育还没有完成。那你如果太早使用尼古丁的话，成瘾的话，尼古丁会影响脑部的发育，将来不止会有学习上的障碍，整个脑部的发育会迟缓，甚至产生更严重的一个伤害。民间团体批评，虽然卫福部伫今年5月底有个婚害防治法修正版本，暗过说将新型婚品自从改为类婚品，不知定期无清楚，未来恐惊也无法度完全禁止电子婚加加热婚。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任何一个国家把 electronic cigarettes 把它称之为类烟品。后续呢，我们开专家会议，开完之后呢，修订完，我们还会再送我们卫福部那边，再进行审议。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明文禁止电子婚加加热婚，保护下一代健康。国建署强调，婚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已经完成预告，随期会开专家会议，整合各界意见了后，送卫福部加行政院审议，要并立法院下一个会期进行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关心咱的健康，真侪食品的包装拢会用健康这2字来吸引消费者。不过是药署也宣布讲，除了伫外面有画一个青人的以外，其他的食品拢袂当用健康这2字，避免造成民众的混乱。
为着吸引消费者来买，市面上有愈来愈侪商品会伫咧品名顶悬标示健康2个字，毋过可能会甲有少数人标示的健康食品相难参。食药署宣布，除了经过查验登记摕到许可证的健康食品以外，其他市面上伫卖食品袂当用健康的字来做品名。我们的规定是针对品名的部分。那如果说业者在外包装的一个标示那如果这个有健康的一个相关字样是跟品名有并列或并排的一个情况，让消费者误解为品名的一部分的话，都属于我们管理的范畴。食药署表示，因为外界小连锁反映一般食品品名有写健康2个字，可能会致使消费者对这个食品有较健康的误解，所以决定未来一般食品的品名会全面禁止用健康这2字，像讲是健康苏打饼、健康醋等等的品名嘛，拢袂当搁用。就零食本来就不是很健康的东西啊，你下个健康的话，你还是要看它的成分是什么，你才知道它真的吃下去是对不会对身体有些负担呢？自己想吃我就买了，所以我是比较不会介意啦。应该有些家长会介意。食药署强调讲，这项规定敢若规范伫咧品名顶悬，若是外包装有写健康、高纤维等等的宣传词是无受到限制。为着要互业者加一寡春秋的时间，预计新制度111年7月7日开始实施。到时阵食品的品名若是违反规定的业者，会以10万罚处罚上悬400万，而且限期回收改正。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唔但国内旅游的人数有增加，去爬山的民众也是大增加。玉山管理处表示讲，今年敢若7月，入去山区的人就超过7万人。一寡爬山旅客虽然有伫指定的所在煮物件，却是无甲本所早走，唔但造成工作人员的困扰，恐怕也会破坏生态环境。树林内底拢是粪扫，远远看到那像是粪扫河。出动真侪工作人员来拼，一下就拼出几啊地，啊，毋过也是无处理了。这个所在就伫咧台18线108.4公里的所在，真侪游客直接甲粪扫等落去山沟，甚至是伫停车场，佮有规包粪扫等伫遮的状况。比较大规模的在主食的时候，其实都是会劝导的。那目前就是有一些游客他在山上就是他的催煮的一个行为，大肆周章的在那里煮食，我们其实是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形。高管处伫咧要去塔塔遮的第18线甲21线，总共有设4位简单煮物件的所在，互民众会当下滚水甲泡茶。啊，毋过真侪游客来遮也是直接煮物件。玉山管理处针对游客违规行为，会先甲因考考。啊，毋过黑白蛋粪扫的部分，若是要抓到行为人是真困难，要处罚嘛真学。而且根据玉管处的统计，今年3、4月份人园的人次达到4万多，7月份佮达到9万多人，比去年同期是加1倍。人若济粪扫嘛济，毋若冲击高山生态，嘛有可能对食物链产生无平衡的状况。那个植物的供应量没那么多，那会怎么样？反过头来，整个植物都不见了，麋鹿也会不见了。哦，你看，那整个野牛也不见了，对整个生态系的影响是一种毁灭性、破坏性的影响。黄文山表示，人类就是讲食出的物件会当家己烂去，啊，毋过野生动物摕来食了后，除了影响健康，嘛会甲人类甲食物做连结。找物件食的惯势嘛，因为安尼来改变，嘛会增加人甲动物的冲突。啊，若是食物链失去平衡，嘛互物种的依存关系对立去互破坏，地属生态受到冲击。有关处表示，未来针对可能无要改善的人，上侪罚3000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去台东的海端乡发现一只去互含箭夹着伤的台湾乌熊猫。经过台东林管处甲滨科大团队的抢救甲照顾，进入复原甲真好势。林管处也讲已经达到野放的标准啊，最近也会找机会放伊自由。顶个月，滨科大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的监视器录到一只乌熊猫，头前脚、倒脚3支镜头互切掉，伫咧笼仔内8悬8价画面是真有活力。这只乌熊猫是4月19去互发现掉伫咧台东县海端乡隐滨林道的一个陷阱内底，头前脚去互套掉的。经过台东林管处甲滨科大团队的抢救，已经甲无效的3支镜头切掉。经过兽医的照顾，恢复了袂歹，脚的活动像一般的乌熊同款。6月份做耍人的训练，发现这只熊猫毋但体重增加到64公斤，还佫凊彩发现伊为着想要找到出口，常常做出困难度真悬的动作。为了训练它前肢的运用，那
教养人员也把一些他所需要的食物，他们会把它放在那个浮木当中，让他用手去把它挖掘出来。他做的动作其实很多都是高难度的啦。那我们同仁就形容他说，做的一些不可能任务里面才做得出来的动作。台东林管处甲滨科大教学团队评估，这只乌熊猫的状况已经达到野放的标准。最近会伫咧无受干扰的情形之下，改送回去森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的马分场，伫日本时代是薰草买卖中心，而且上界兴的时阵有种300多公顷的薰草。为着要让民众了解这段历史，区公所也甲庆益科大做伙来合作，推出在地薰草故事绘本。薰草园的小精灵是太平区公所甲庆益科大共同完成的绘本，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图文故事，让民众了解太平以前种薰草甲买卖的历史。我们希望说，结合我们的历史建筑太平买烟厂，把我们的历史建筑的买烟厂的故事结合我们的绘本所以我们有以烟田里的小精灵这样的绘本故事透过我们大型的绘本的制作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买烟厂的故事。绘本主角古水的小精灵详细解说薰草的制作过程，为种植、采收甲看守，让小朋友会当熟悉薰草的发展历史。那这本绘本这个跟勤益科技大学共同合作，绘制，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认识太平的文化、太平的历史。那我们希望这本书呢，未来也可以典藏在所有市立图书馆、我们的分馆让我们的台中市的民众能够了解自己在地的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嘛是地方的共同基地。透过绘本重现太平过去种薰草的状况，嘛见证过去文化产业甲生活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玉里的天主堂今年2月发生火灾，甲刘一峰神父辛辛苦苦所创立的资源回收场全部烧了。在社会各界的帮忙之下，经过5个多月整修，在今仔日拄好是刘一峰神父的生日，这也是在这天选择来开播。未来是要继续做资源回收的工作，继续照顾地方的弱势。伫今两个头前唱歌，今仔日拄好是刘一峰神父80岁的生日。经伫咧即天，替捌伫2月份发生火灾全烧掉的资源回收场重新开幕，向顶拄着火中生。他来到台湾50多年的岁月，都奉献给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土地，而且他也是台湾人的一个典范。新的回收中心已经看不出来捌去火烧过薰叶，回收的物品有包括二手车、七头米、生活用品，啥物拢总有。这拢是大家共同斗3工整理出来，向定台湾民众爱的表现。25岁到现在80岁，我发现了台湾人的心是非常的可爱。经过5个月修理才完成的新厝，还有收集整理物资嘛无简单。这个外界神父的爱心，让真侪民众真感动。没想到这么多爱心人士，让他很快速就可以重新开始运作，这样子就觉得很感谢。刘一峰神父伫台湾服务已经55年，成立安德启迪中心、天主堂资源回收站，拢是为着要斗3工心心障碍的弱势。新的回收站以后会分做二手物流区甲资源作业区，所赚到的钱会全部来做公益。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伫台湾的日本人，以用画图的方式记录伫生活当中所听到的台语，特别是用日语发音的。究竟台语甲日语有啥物款的牵连呢？咱做伙来看卖。我是日本人，这个有一点难。我车。高水的图画创作虽然写的拢是日语，但他出来说是台语。我觉得很好。很好学的，对，应该日本人的话，应该很快就学到。热人，应该所以笑点是热人。这寡古水的图文创作，作者是住伫台湾的Himono，台语拢是听朋友的对话来学习的。老公跟朋友讲台语的时候，觉得台语跟中文的发音不一样，听起来很有趣，也很有到底台湾人的感觉。因为我的 IG 主要是想拿来帮助日本人学习中国台语，所以我想使用日文辅助的方式，让大家能简单的
知道怎么发音。用熟悉发音来加深学习的印象。其实日语的发音甲台语某部分相像，甲日语的历史演进有真大关系。伫迄个中国的唐朝时代，隋唐，因为中国就真兴哦，所以因日本就感觉讲中国是一个合适的对象，所以呢，因就派了足侪即个留学生，啊无就即个生理哦，就是个法师啦吼，去迄个中国学习。即个时代呢，团结日本的即个汉字音，其实伫日文内底是影响上深的。吴佩丁教授表示，不管日语或者是台语，真侪音拢是受到汉语高音影响，而且保留到即阵。希望咱的创作就是取即两种语言相同的发音，用日语辅助，搁再加上到位，希望分享给日本人，互因看到台湾这片土地语言多样性。记者杨淑晴、张学水台北报道。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今日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娜。今仔日要介绍的是这只足够爱的鸡。唔是啦，是要讲鸡的龟，鸡龟，鸡龟，汉字写做鸡龟，罗马字写做哥的鸡，哥为龟。鸡甲龟拢是第一条，鸡龟是鸡的食道的一部分，伫鸡的颔管内底。鸡龟 Q 润润，无啥会破，所以较早若是有胎鸡，囡仔也会甲鸡龟摕来分烘，也是滴水来耍，后来用树林做的七颗米。会当分甲大，咱就甲叫做鸡龟啊。分鸡龟啊，就亲像我安尼，甲鸡龟啊用嘴分好大了。有当时啊，卖用伫形容人的身材，讲一个人的体重增加圆。像讲乌沙人结婚了后真幸福，因看呢，逐工煮好了的，伊规个人吼，亲像分鸡龟啊共款，好上起来。也毋过分鸡龟啊，减一个啊，有另外一个无共的意思。分鸡龟就是碰风臭蛋的意思。若是一个人定定讲话无实在，用无影无食，也是喊过的代志。讲家己偌敖拄偌敖，就会互人讲是鸡龟仔仙，搁较歹听就是癫痫啊。意思甲这相我的俗语就是碰风水鸡太无肉，就若像这只水鸡看起来足胖足大只的款，
想讲肉一定就多，结果一抬落去，切！还阁有一句热起来话，变数里单字大，奇怪，哪会有人伫臭毛毛的变数内面单字大？就是咧讲人臭单啦。溜鸡龟，鸡龟啊，笨鸡龟，变仙啊，碰风水鸡太无肉，变数里单字大，臭单。笨鸡龟啊 ，OK， 笨鸡龟爱碰风，唔通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